3歲。插嚟啊！那么他们是有芙蓉树啊，芙蓉树哈，来，快吃啦！它这个很难懂。几根啊？笋，我最中意嘅。雞圈啊，講下先，點啊？你看到我了？看到你就拿不到哦。點解你粒出現粒？冇。OK。全部來，好些。小水整些什麼？芙蓉樹啊！啊！哎你呢？最好些啊！冷餐啊！你點嘅嘛？咁來誒，帶起來看下。你花生啲嘢肯定要啊，椒粉又肯定，好香。媽媽先得。拿來。謝謝。哇！居然喺芙蓉樹啊，潛到5叫邊，6點半拖啊！6點半拖咁香啊！黑狗餅對你有益，睇下嘛，攞啊！桑拿。這個腰仔加到50菜，腰肚啊！條金剛絲有我呢度嘅，最少2春，總共198春。真的。哎，不是，會拿錢冇？咦，你拿錢啦？你中拿錢咩啊？可以啦，還包啊！佢話係杯偷有啊？係啦。誒，拿多件。仲要去到。要幾好用咯喎？係啦。嚟，幾嚿？